王者歸來探親派對。上回提要一家五口去咗威尼斯，大佬易玩石中劍，細佬自行認識咗當地嘅地頭龍，爸爸就去拜訪佢嘅巫師朋友做一啲魔法。一家五口去蘇格蘭，獨角獸妮妮嘅故鄉。妮妮今個週末回到去嘅家鄉尼斯湖探親，一家五口跟妮妮一起去尼斯湖。慢慢妹妹好興奮啊，因為可以見到獨角獸妮妮神秘嘅親戚朋友，好似已經進入咗奇幻生物粉絲見面會模式。妮妮最靚仔嘅好朋友尼斯湖水怪，尼斯湖水怪住喺尼斯湖，佢係一個活力十足嘅宅男。佢通常會離開去水底嘅家，但係今日聽到母會嘅消息，佢突然間衝出水面，好似係極速水怪咁浮咗出嚟啦。妮妮嘅好朋友住喺洞穴同湖嘅附近，妮妮滑稽嘅好朋友好想見妮妮，妮妮嘅朋友都好搞笑滑稽，佢哋經常被誤認為係不明飛行物嘅駕駛員或者史前外星地球人。為咗迎接妮妮嘅回歸，神秘嘅滑稽可愛寶寶們舉辦咗一場寧靜嘅王者歸來聚會。爸爸直接衝向舞池，話要大顯身手。佢用佢啱啱學嘅魔法融入舞步，結咗變咗全場笑料之王。佢嘅魔法舞步睇嚟似飛天旋轉扭腰，但實際上就係手腳亂舞大混亂。全場笑聲直逼地震級別，氣氛真係超乎想象嘅熱鬧，每個人都玩得好開心。欲知後事如何，請看下回分解。